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谷》，有番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从中国强下来老后上人大追股。今日我老大家讲嘛个讲算命，东方人哦，家中有嘛个紫微斗数啦、命相学啊、测试啊；西方人有嘛个塔罗牌，做嘛个按号算命，用样板来算嘞。今日你邀請到同校算命嘅後生人，老大家強下來討論，這個命萬人來算，眾場歡迎。好，首先邀請到係志怡。大家好，我是媽媽帶我去算命，都會請認真做筆記嘅志怡。請認真做筆記，估數了下都有做到冇？記幾篇有做冇？我望認真看。好，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面相看起來出動賺錢嘅李家哥哥。面相當賺錢，唔過真經有賺到錢冇，佢係另外一回事了。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白客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面發發義工太太。福氣當好嘅白客，看起來就當有福氣，唔過年尾上到當有福相啊！嗬。哦，第四集老大家小嘅係福氣。大家好，我係相信命運，未相信天注定嘅福氣呢。最尾老大家小嘅係小福。大家好，人講信命就唔信命。老乃法師命主張，歡迎收看《後上太上國》，我係黃小福。是你啊！哎，你是不是？是啊。想要搶我條路係冇？唔係見到。係哦，冇。今日老太家講係算命，從細到大，大家可能多多少少生實實會有算過命嘛嘅八字啊、神錯啊、命盤啊，還有本大家一講到台灣哦。台灣人青校算命，將個航天強大下有冇？算命節，請到日本人來台灣觀光景點，唔係做乜嘅，係做算命。當奇怪，台灣人用個按號算命，唔過咧，你阿個之前我先問大家，從細到大有談過一個命格的故事嗎？自己的命格到底是怎麼樣？剛剛先講子玉。因為有點 Q 我有點嚇到，各位觀眾朋友，看我最順當好兩隻字，有看到冇？請對你兩隻，三百字啊！哦，只有按用嘅出世來啦，因為我細細嘅時候，因為兩隻字啊，就講我請腦兩隻字，因為呢細細嘅時候按用嘅出世來，就會少我講兩隻字係300字，每人破嘅字，我講時就會請艱苦，後來呢我就發現講。兩隻字係清好嘅字，代表講嘅，因為兩隻字屬於最順風，故所呢就做得吃東西吃到清多嘅東西。靠嘴來食飯。冇唔錯。咩，馬上咩用嘴來食飯？係啊。而家都有死係如何？掂唔掂？係，我厲害嘅我來咯。用嚟厲害。我識到，唔講你冇按容易識到，你冇兩隻字啊，一定要按呢個三啊，我寫到向我出按用。哎呦，上到最順嘅變順就錯嘅。一定愛三嘛，寫到。三萬愛寫到當中。將算冇寫到就唔算好嘅字。寫唔到就按到300字。係冇錯，寫到嘅字就代表講用版型啲嘛，就代表口才啊、清好啊，係做啲靠我嘅嘴食飯嘅。哦，靠嘴食飯。後來我非常嘅目前嘅時間呢，咩唔是少，一定會有東西食。一定會有東西食，食物嘅東西我就唔高興。乜嘅？我愛用講法，因為以前真嘅我當上嘅種件弄題，因為以前真嘅門前度嘅出世來燒到我非常嘅艱苦。後來嘅我就問我嘅死來朋友，我有死來朋友講冇輕訓感，古才好訓感 ，OK？ 什麼訓感？性感係嘛？sexy 係嘛？忘不一啦。那還以為自己是瑪麗蓮夢露的感覺。冇錯啦。好，飛機。應該其實未要，係嘛？哦，寫到。未當係咪咧？就是好字，係咁講啱見面講嘅係叻字，點話？行人冇叻片，行人冇叻片。冇做大下叻，大家都講兩人都好驕字，就是愛哭字啦。那邊詞都真是易好驕。古時候橋牌就本按到片面係冇？按到驕爆嗎？好難講呢，愛哭包嘅感覺。愛哭包係啊，咁講啱咪真是詞都係啦，易好驕啦。易好驕。啲你家咩有智慧分享係冇？冇，大家分享之外，就係較貼皮條嘅。
大家看我嘅額條，看到嘛？也就係穿錢嘅額條哦。有啊，咱人家怎麼講？甜挺爆滿呢？冇錯，嘿，古所以大家看到嘅額條，其實額條擺啊，動腦額條動過啦，因為每位本額條寫來啊，出寫來啊，講，額條動過啊，很厲害額條哦。額條高沒有？愛用嘅寫啦。還要拍得響才好。對，就會見按用，有時候就會講啪，按用見拍唔到。冇票。係啊，唔過我出去老皮都講，呀，係穿錢嘅額條，係講大家愛老愛加錢，係唔會爭唔掉嘅哦。冇錯，以前你做嘅好教塔咧，條南無塔都輕輕啊，溜出一啲額條，嗰時係說清朝人輕輕啲阿哥，阿哥哈。講到講額條吼，喺唱時候是本人講吼，尤其係老人家。老人家會講吼，哦，你個額條沒動啊，額頭很大，還有那個面沒動啊，發哦，動態，你講拖啊，沒動態，你講拖動態，嘿，你講拖動態，所以基本講吼，哦，你安用是好福氣嘅獎金，到底是好福氣還是好福相呢？嘿，還有一擺，喺台後嘅世界哦。全副感應還蠻認識我哦，大家都還不認識福相哦。該系主任哦，都來自我介紹，我都有自我介紹，該時間時讓我講吼，哦，該位同學吼，方面大耳，好福氣，未來一定會不得了哦。哎呦，用不得了，反應不得了，係嘛？來堂嚟之後，一開始還感覺當歡喜，唔過咧。直到1年的時間，大一過去了，大一過去咧，大家全唔記得我叫我喊到裝白腔，全喊我方面大耳。動感褲，係啊，跳。動感褲啊，愛跳也愛叫。應該愛跳，因為咧推俾人家嘅招牌呀，係冇面又發，你又太，你看很好認，不會走失。係愛前面嘅說，面太嘅啊，就幾難幾難。個冇唔錯啦，不過我正經咁講吼，係認為該長相唔好看嘅人，所以拍攝會安慰你講哦。你吼認為應該三八節吼，該哦認為你當會食東西啦，所以你該自動好啦。認為你該額條吼，當會存錢啦，所以動啦。其實唔係呢，額條這麼寬唔好看呢，真緊呢，從來面發啦，有幾寬，有8公尺，整個鏡頭都是我的臉呢，你買個好寬。沒有，你咧下最大嘅問題唔係面嘅問題，係肚絲嘅問題啊。因為拍緊個肚絲，喊住咧，上次就人吼，皮講條吼，按尿解，上次係為蒜頭皮係嗎？蒜頭皮聚寶盆為招財，你睇感覺皮講這樣長好看啊，係嗎？喊住上次就人解水孫噴嘅，強染根本唔好看啊，薄唇才是王道。真嘅啊！得罪很多觀眾，對，得罪很多觀眾。不會啊，上帝給你開了另外一扇窗哦。係啦，真嘅。你感覺啦，上次其實吼係這種吼，拍攝講吼哦，雖然你動者，不過上帝讓你開了另外一扇窗的感覺。雖然你動者，這是重點哦。好啦，我知道唔係呢，係相由心生，你有談過兩個地方嗎？對，人嘅面相哦，人嘅面貌係因為人嘅心肝度想到嘛，咁你就變到假樣誒。比如講，你心肝度動法，人家面就會壞人面；你心肝度動好，你就會好人面。韓國我知道，平常我看到人方頭大耳，就會知道，人做事動聽貼，很穩重。古時候係一個婀娜嘅感覺，係咪？小鳳，古手白強係心裡很寬啦，所以他面我沒有這樣說啊，很寬，身體沒懂。有啦，我沒有在聽。心寬體盤啊，你知道你心裡很好，然後很寬，所以我們有一點我係講，人家講我目睭有下3白，下3白係嘛嘅意思？就係個目睭眼大下，不看得到眼白。哦，真嘅呢。人家講你看得到眼白目睭咪好，表示講很有野心，狼虎之心。哎呦，唔過邊有人講安尼係壞心結啦，較吉心。難怪你做得發言啦。哎呦。
就你讲俺下300还娘俺。好了，回去你起头嘞，我起到，我可能從愛啊，頭白時時阿媽是中文講愛燒木台，其實講安樣嘅運動老農命。係，我咩有談過我頭白牙婆咩講，安樣樹枝木個青苔嘅嗬，會溜菜。哦。嗰種穿唔到錢，因為穿到錢就對樹枝啦係咪溜下高爾？係啊，阿媽咪講愛做但要好食。頭先講緊要了解字，係啊，所以其實講保險愛是自家自度重新展示係啦，因為世界之間愛是不看事情全部都當為做，所以愛知道愛看到應該是要去照顧好，所以愛是真是老農命。沒有可能唔係請工嘅哦，咁我大概就很易做。因為你講翻哦，來開玩笑啦，唔過從阿哥，我兩隻阿哥。三兄弟嘛，係我三兄弟，我爸講是，兄弟全部出世界遊戲算命，叫算到我呢個嘅命格最好。叫算到人命格係樣嘅點哦，一生人哦無仇無利哦，失事就唔是仇，你知冇？啊，失事，唔係失得加死嘅啦，失事就唔是仇。吃的用的不是仇，沒事，失事就唔是仇。結果我呢個講是要出生的時候胎位不正啊，漢人講多條姜，結果腦缺氧啦，有點智力受損，故所佢哋成年就要由木卡嘅人去照顧佢，就真件就應該發嘅，就講一成年就歡歡喜喜啊，歡歡喜喜無仇無利啊，咩拄好佢出世都安尼家庭啊，就木卡人幫佢照顧，就其實就這樣。剛好就老跟算命講的完全吻合，真勁，係啊，還蠻奇妙的。係啊，其實大家都講到青島設計，木卡爾喺設計嘅命嘅很用白，根據呢個 Yes123求職命嘅調查，用白人講啊，台灣人真嘅懂好算命，大家睇一下台灣有幾多少趴的人愛算命，算過命的人。趴，對。8%，好準，有80%嘅。算命啊！台灣人有超過80%嘅人嗬算過命，韓國超過12%嘅人算過失敗以上嘅命，都係台灣人做乜嘅按好算命嘅。等下再來繼續來講，記得發明咧乜嘅神奇嘅算命方式了。誒，就讀到一2人1世嘅香港男朋友，就係我亞海男朋友。我說還要知道懂奇妙，然後嘅阿姨啊，就懂歡喜地方，就講你條真勁強嗨哦，我就講係啊，我唔是故事都30歲以上，唔過佢冇看過我男朋友嘅相片，佢就講我男朋友係唔係小腿水腫了？我就講真嘅呢，我男朋友小腿真的超粗的。好，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。假如講到台灣人真勁懂好算命，唔講好，你從細到大一天要發明懂奇怪、懂特別、懂神奇嘅算命方式。你家先來小記一下好冇？有，我有談過2隻懂神奇嘅算命方式。第一呢就係大樹型，唔理大家有啲冇，就係大樹型呢，韓國大動態力，韓國 Captain。輕呢，然後輕點呢，數把種動用嘅素材，你就會看到一點，就係未來嘅我講幾多再來嘅題目嘅，但係懂神奇。韓第二咧，韓有分，嘛個做數煞就係來嘅，冇唔錯。真數煞就係冇嘅。嘿，古時候我條牌就見到，因為我動上嘅講冇嘅，就講嘅要素片。跟住看到4、5點就是以後會煮麻，啊冇叫。哎呀，古時候就條牌有按用神奇嘅算命方式，聽嘅就係合數種，嘿，可能較少人談過，因為也係我。其實談過咩叫做懂奇妙啦，就係有人講啊，2、3年嘅中醫嘅寫來，然後佢呢前期會強下嚟合數種，很個有合嘅花，另外強用嘅體色，佢就係嗌正命天子。比方講呢，至於原來合數種，看馬上嘅數種卡太好冇，你就按用合。哦，唔係正命天子就OK， 拜拜。冇準啊！佢自己嘅數按寫，見到馬上咩放唔到，係冇？永遠都請唔到。你係想到係有一隻算命嘅咪好，但係話先生未搞過呀，那係做嘅多嘅人就表示講佢特別聰明，就講他的反應很快啦。佢特別聰明，就整治一樣來吃一下。我吃看呀，就是嘴巴閉起來，嘴巴閉起來嘅時候呢，你裡面的舌頭捲起來。
然后俩勇士动耳朵，动鼻孔，动耳朵好难。动耳朵加眨眼睛，啊，鼻孔再快一点，然后再加动耳朵。哎，可是我都不，你吧你讲不会呢。等一下俺发现你是不是在整子瑜啊？对呀，乖乖的。哦，对，就他妈的，你很聪明呐，真的。哎，你不会骗人啦！哎呦喂，没有，按照泰改就提供他的那个程度低那一点位。冇啦冇，哎，给北强我来分享，谈讲哎你从细到大都有搞过两个游戏，系冇？嘿，是嘿，东南西北，就跟荧幕中哎，嘿，那东南西北用班来搞咧。来今年吼带来这个东南西北思维，让大家穷下了啦。好因为现吼现在东南西北从东南西北。自重吼，先日家时，嘿，查过来吼，先日家树木时是做得了的。不过咧挑战地步系咪写东西？嘿，挑战地步哦，你会写4只好嘅东西，4只唔好嘅东西，是种吼，你考试做得考100分，传台签，变名声，当你踩到狗屎，变配冇人爱，老正人结婚，等等，嘿，马上爱了，我爱玩。好，先东南西北一个防备。东好嘅，马个树木时，西，树木时。没东南西北西。东四嘿。就要数4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OK， 看到東有冇？有。是哦，你考試會考100分。什么感觉？運氣很好，運氣夠好。对啊，有冇那麼多舊事呢？係啊，眼看，應該要那個扁配蒙英愛啊。好啦，希望咧北強嚟再搞社會啦，從細到大家分嘅，動身詞，好唔過？至於咩去分享其他故事？有，我一隻故事，咩係細細嘅時嘅情感苦嘅故事，就係因為聽人家都講團綜，按用嘅團綜，就係講會克服。克服啊！冇錯，故作細細嘅時，那係我中意嘅細嚟啲，我要團綜，佢就會講我要克死佢。故作嘅後來我就情感苦就唔敢本人看我嘅團綜，故作大半年我看藝術，我就是按用本佢看。就變小叮當嘅黑幕。唔錯，唔過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，因為我細細嘅時候兩隻樹都有團綜，後來發現兩隻，唔強用咧。故作特別我會變，以前係兩隻都有，兩下變到一隻，故作這樣克死一隻就好誒。你扁配咧啦，你扁配啊，所以冇該線。變淡皮嘛，淡掉了係冇？係啊，我回傾嚟撈大家講當電影講嘅故事呢，嗬。一定影響，特別應該細時就會搞嘅碟仙，看過筆仙。看看記得是係筆仙是兩三年。強行那一支筆，還不用到幾檔不，還是問題，還其實筆會停通，其實會係即係會停通，還其實會讓人講答案，係一定影響。同定影響。係，還有一種是係，如果大家沒有聽過，是辦家心意點嘅時節都喺講嘅面頭前小鄰居，和批總的小團體，批毛小團體啊，喺講嘅地方都是會出現一下白嘅 logo。唔係，嘅皮毛小團體有嘛？你就有另狗做的事，你自己說就自己說。黃葉鳳凰它係目前才起啦，係真係個嗎？我有試過。真嘅，我老天師佢頭前嘅觀眾朋友講一下哦，家輝經講到嘛嘅筆仙、碟仙、小鄰居，真嘅唔好凊彩意思。日本嘅鄰居。唔係啦，即係講嘛嘅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兩個世界好哦，懂到你做得口好無法度解釋嘅東西，假使你真嘅去吃咧，後果無法度熟悉，你就真嘅會細改，對不對？不是，人真的不要鐵齒，不要隨便去嘗試不知道的東西。玩東南西北就好。真嘅，玩東南西北就好，都安全哦。我哋喺問大家時候，從細到大，自家身邊身旁有乜嘅親戚好朋友同好算命，係同好老人算命，因為老人講，你應該一天聽出按用版來做張抄嘅人有冇？你理解先。我大概又要整我
先来整理一下。係啦，我算命先生其實係一個阿姨，係佢係人嘅，佢係我朋友嘅媽媽，佢當我算咯，係個當準咯，佢就係算嘅80幾種嘅。嗰陣我就大概去幾部海時節，就會問啲阿姨講，阿姨今年嘅運勢點樣嘅啊？要注意乜嘅啊？咁樣，記得有一擺啊，當奇妙就係幾時節我攞我嘅前一年嘅男朋友，前男朋友嗬，係強下嘅時節，唔過我就差唔多當日都得嚴格。係就是當飯嘅，就問阿姨講嘅，阿姨，我媽嘅時節啊，做啲讀到嘢好嘅事來嘅，結果冇機會，冇死你。冇，我就嗰時真係當飯，我就問講，做啲要讀到嘢當好嘅事來。避啊數。係，我就當希望。佢就講啊，人人一時，因為嗰時就係2016年，我問佢嘅，佢就講話你好嘅事來係2014嘅時節讀到嘅。你去高鐵啊？係高鐵，冇辦法，就要等到30歲以後。我就想講，哇，迄個係分數嘅話，要係孤單寂寞到30歲嘅時候。唔過嗰時我要思考一下，我2014。像讀到嘅事來有乜啥？我就第一個我讀到嘢迄啲我喺旅行嘅時節讀到嘢，我算係我中意嘅事來。唔過佢事來啊係香港人，唔係台灣人，係旅行認識嘅。嗰時候我做冇可能啊，我根本就冇可能留喺遠距離愛情啊，男女朋友幾張喺旅行天，因為唔係來走條路。唔過啊，後面我前一部嘅男朋友分手以後，1年過後。我就讀到一2014嘅香港男朋友，就係我一嗨男朋友。我說我要知道當奇妙，然後個阿姨啊就當歡喜地方，就講你條真勁強嗨哦，我就講係啊，我唔是故事都30歲以後，而且又想我講，我就有喊喎，叫做講動下，唔過佢冇看過我男朋友嘅相片，佢就講。我男朋友係唔係小腿水腫了？我就講真嘅呢，我男朋友小腿真係超粗的，我就非常會證明啲嘛，我就。結果佢係做專櫃嘅，但係佢小腿。我就叫阿姨證明當衛生，還算到我男朋友嘅小腿水腫，厲害，厲害。小鳳哦，不卡對喺順便有人當好算命嘅冇？算捱啦，我嗰陣時讀到嘅係。我出去那邊走條路嘛，咁我有一個做房仲的朋友咪吼，佢講，你還沒去那邊上班咪吼，跟你英國嘅東西要按呢東西，你看，嘅一隻玻璃星盤，好，也喺背面玻璃心哦。唔係玻璃心，反正一盤呢要代表一種譜，哈，佢就送嚟，唔過佢送嚟以後，佢還給我7顆龍珠，7龍珠係嗎？就可以許個願望，那你是超級賽亞人，沒啦，第一次講沒好，就不用到我辦公桌上面，哈，以外有收集一些那個氣嘛一樣就補我不足，就講我話有。運氣會較好啊，嗬，可能會遇到好客戶啊，我就會有新的念想啊呢。然後佢講啊，嘅當我嘅粒煮嘅咩嗬，我愛做嘅主人，嗬，就講叫我輕愛，故說我無事，我到底刻啲樹康，好讓他認我是他的主人啊。就係向佢溝通我嘅感覺。但唔掂咧，佢講嘅當我嘅粒煮嘅輕愛。係啊，煮嘅輕易，煮嘅輕易，煮嘅係啦，叫做煮係噃，煮嘅，係啊，係啦就煮嘅啦，係，反正咁樣做當奇怪，因為可以來有好像煞有其事，你知嘛？古時咁樣唔敢，聽同意，係啊，咩講啦，咩講？係啊，如果當我叫啲輕藝，佢我你講啊，咁病態，唔講佢講叫啲輕藝，唐人們當祈靠，不過家家下講嘅就係身邊人當好算命，你下講自家太累過後要去算命冇，自家又去算過命哦。就我朋友啊，當好去算命，喺前面沒有講。係去問事情，不過有一擺啊，佢就想講，有一個人啊，就推薦佢講，聽說會買一個空氣清新機，按樣真會賺錢，韓國人假使會30萬，結果呢，佢就個前嘅沒有講，佢沒有講，看到佢就講，
不要买那个空气清新机。其实较多的议题无，因为佢完全都冇讲过，佢爱买嘅空气清新机，佢没有讲就讲，唔是买，爱用，就非常的其就提供有你很必买，嘿，就会爱用。也讲起看吼，不过俩下安尼闲聊下，等下转来谈后生意，选歌嘛个样，发生歌嘛个事，还有嘛个兴趣来算命咯，俩下闲聊一下。那个高中的辅导老师，其實近期讓我看手相，和佢看手相看了幾年，會發生嘅事情，韓國我發生嘅衰事，佢都要講出來。韓國好幾時讓我講，我讓你算命哦，你要付錢俾我。叫佢便宜啊？係，唔係。韓幾時讓我講，你要聽結果嗎？好。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。假如講吼，睇嘅時節設計於選歌名，唔過聽講吼，質疑特別去選歌名係冇？嘿，因為以前媽媽帶我去算命嘅時，算命先生就講我青頭嘅爛頭髮，愛斬頭髮。嘿，後來誕生嘅時間呢，真係青頭嘅爛頭髮，跟住從細到大有認識一隻漢友先生，跟漢友先生講乜嘅係帶天命啊，古時就做哋本人算命，咩做哋本人看，跟住時我媽媽就講哦，一個按樣個衫嘅妹啊，按到嘅爛頭髮就愛搞你，佢樣辦搞呢，你啲作風啊，我不用得一隻花瓶。跟花瓶底部對，不用一支玫瑰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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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玫瑰花呢，一定係紅色，係係水紅色嘅，這樣不用一支哦，因為不用燙到佢會變成爛頭髮，係但係不用一支。佢愛洗奶好，愛做得不用兩支嘛。真的，好隨便你，好，不用一支了後呢，你再不用，我車退以前，總你本機完全車退哦，車退以前我買支新嘅來，買新嘅來，拿起 QS 嘅，老姨講法，我要把你拿起來咯，拿起來，新嘅我要把你放下去哦，老姨講法哦，不用落去，代替啊 Q 嘅時，我要把你丟掉咯，吼。丟掉，按用，就會按用做，一直做，愛做結局，做到你讀到好嘅人，後來真嘅要交到男朋友咁咧。樣屍體4、5年這樣讀到。冇啦，叫我出來清清神，但你就會去看過，係會就要把它換水啊，換水啊，要好好照顧佢，這樣會讀到清好嘅頭髮。我講到了到科學，總唔得解釋嘅事情，愛啲有生意讀到當危險，當電影講當不知道怎麼說的故事。佢聲音按到溜回去。我其實唔係當相信算命，不過高中嘅時間，我個高中嘅輔導老師其實近期讓我看手相，韓佢看手相看了幾年會發生嘅事情，韓國我發生嘅衰事，佢都要講出來，就是很正確的講出來時間跟事情。韓國好幾時讓我講，我讓你算命哦，你要付錢俾我。叫佢便宜啊？係，唔係。你可能有看出來嘛？唔係啦，其實唔係，因為我哋都會講讓人算命，等於是泄露天機嘛，所以泄露天機。係，所以佢個意思係講，我付幾錢，佢講10個人未做得，佢其實當我會發生嘅事情，韓國隨時都就講出來，佢我是頭下嗰件事情，我是冇唔記得咯，我有記起來，又不用到性灌讀。韓我兩下其實年紀越長是聽đến老師講嘅隨時會到咧，韓日本我是讓我當好嘅朋友是聊天，還是講到兩件事情，是係講老師讓我算命兩件事情。韓我嗰個朋友佢有研究紫微斗數。哦，大家都講紫微斗數當準嘛，其實當我講冇我讓你咋個算一擺紫微斗數，其實佢係安慰我。他的意思是說，看算出來會不會是係咩結果冇強用？佢啱是講好啊，其實當我算，佢算了其實自家算出來咯，其實肯定係，佢其實當我講你要聽結果嘛。好。跟他講你要聽結果嘛，其實咪當緊張，佢啱是係啦，啱是要至於講用，我講好，佢其實當我講結果佢講解，老師講解。強用，跟住要本意識強冇？冇。你愛用眼先生會聽那個事情係啊，即係都強用，所以應該是自家咪第一個時間是心情也很複雜，因為我是都
特独好咧，我袂記得兩三英講解，完全窮係樣，完全窮用，係啊。係唔好嘅事。安尼當上弟呢？好嘅事情，所以其實我自己治療，我咪想講唔怕啦，就是先有心理準備啊，避不掉。呢天冇事情，係啊，逢向花結。自看的。頭擺嘅小鳳唐講叫咩嘅時節，按名讀到動態嘅當很巧合嘅事情。巧合啦，因為我老父親強用，父親姊啊強用，明白。但無馬上新安嘅東西，不過那樣是我新嘅味道生意嘅事情。你講好難，跟住就去選個名，個選名係安尼，佢做100份本以10個名字。本人去讀一家中醫嘅，叫我讀冇中醫嘅專業到去問嚇，叫問到後難，我就知道黃以喬，啊所以名嘅咩算以後談，係啊，等一下，係結果我就去那個申報戶口嘛，連個健保卡就辦好誒，結果半夜就接到我堂哥的電話，說8阿哥嘅電話，係，因為佢係內情嘛，講你睇唔掂，你一個子女按摩誒。就很多黃以喬，啊，我冇關，跟我怪名，我怪黃以晴，佢講你太光顧，我講兩隻啊，太就黃以晴，細黃以喬啦，哦，都可以哦。唔過我啲台，都強用，我啲台北算咧，嚇，幾多苗哩人，係啊，結果安尼所以強用，我想好嗱，跟冇講係我第3隻詩，嚇，我就託我自己中醫嘅，我就託感恩的恩啊。因為我做也係上帝給我的一個恩惠嘛，感恩啊，相中唔得怪啦哈，嘿，啊，古時候去算，反正就揾到2下嘅名嘅啦。古時候人一生人都在怪200名嘅，嗱我係出世就本來用得100。佢就讓你講，呀算命嘅，因為相逢嘛，態度逢嘛，哈，給他筆畫會跟着流年走，哈。古時候吉利的筆畫數字，哈，3隻詩嘅總和，老嘅而且現團以外中醫嘅詩，太部分就強用，北中南都一樣。係古時候你在屏東算的跟台北算的，沒可能會強用。就頭擺運動到都乜嘅宜君啊。宜君啊，宜家啦，宜田啦，係啊，宜如啦，係就當到安尼，就幾種是安尼名嘅筆畫就拄好就會係按用，係啊，我就覺得很奇妙。不過家下大家就講到青島嘅算命風水，乜嘅紫微斗數啊，算命啊、按命啊、相命學啊，大家有下偏好哪一種嘅算命風水哦？自己。唔係啊，係啊，有朋友係古天真係去算流年嘅，佢非常嘅相信，所以大年都會去算。係有啲時佢真係冇方向嘅時節，因為轉去潛嘅形象，佢係種心靈嘅寄託啦。唔過我係有啲位較後生嘅朋友啊，佢會算嘅塔羅牌，因為佢個塔羅牌冇像流年會強，係佢講個塔羅牌係牌變到幾片，七格去變，係七格去套嘅，嗰時講唔係完全係本形象來編排形象去選擇嘅，係七格要減嘢嘅，嗰時候記得較相信一陣。講到塔羅牌，你家咩有經驗係嘛？其實我係七格咩較相信塔羅牌，因為佢講較單純啲嘅啦，就老人講你喺方向用嘅行聽，嗰時候我做塔羅牌較單純啲，唔過喺講算命嘅話，我應該較相信像親朋好友老愛算嘅命，因為像我位算命先生有啲會騙人哋嘛，嗰時候係老嘅會騙人。嗰時候我做本親朋好友算命係較好啲嘅啦。講到親朋好友來算命，父親咩知道要按呢？唔好凊彩相信。係啱嘅，知道唔好凊彩相信。我會去參看，比如講我嘅好朋友像家家己算過塔羅牌，剛開始會相信佢。因為用計算過嘛，係，剛開始會去簽嘛，用你唔會自家簽才簽。係啊，就我有一朋友吼，就本人有騙過嘅經驗，係有一擺啊，我哋就叫他來去王家、天下嘅貴重嘅時節，還不懂事嘅時候嘛，就看到天下嘅有買100塊嘅算命先生，就來去教看啦。結果呢，我朋友就問過，請問算命先生好，我老我嘅朋友啊，還做得強下冇？因為我哋接送都會嚴格，結果算命先生就跟人講，你就做唔得強下啊，見老人講，結果我嘅朋友呢，都一下都冇朋友，完全都係騙嘅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還講嘅當場係真嘅事情，頭頭是道。係啊，你而家唔係請歐巴，我咩實算過喎，咩100條嘅，叫咩請歐巴，嘅測字誒，嘅測字要寫嗰個，先生，跟你就寫一隻詩吧，吼，我就寫個一般的般。
好，其实看也是看下佢上一下哦，哪怕佢都会上安用诶。给是自圆其哦，说有。给是，嘿，比如说，哦，你让下一班的班哦，给表示讲，你要加前一张银，其实啲扁顺下一张银，安尼你就发较有盘啦。阿哥，中秋节的时间要生意哦，懂嘛？然后把它划掉。你咪咪好，中秋节加下咪好，我生意会变胖哦。有的电影下100块，100块。那听欧拜啦，你跟俺们解释啊，嘿没？我中文系随便我都会解释。嘿，应该被中文系毕业。不要侮辱中文系，中文系亲厚。哦，而家较高等的。嘿嘿嘿，不过大家嘅生活当中有拄过嘛嘅科学种的解释嘅事情冇自己。有，因为我今日咪就挺相信嘅算命嘅流年嘅事情，嘅流年大概都提讲，迄算大战夜会发生嘛嘅事情，会注意嘛嘅事情嘛。今日头前就讲，我妈妈非常嘅认真会听说我做嘅笔记，一开始传流年嘅时，嘅先生就特别讲，要注意哦，9月嘅时间会揾晒熬。嘿，你弄嘛个晒啊？因为刚刚飞有讲天机不可泄露嘛，嘿，古宋的形象就总得讲会听清楚。跟俺妹冇特别去注意，因为俺去俺妹系半信半疑安去。后来这样是9月嘅时，俺以前嘅男朋友出去这样是，就来讲，你签字分开好咧。嘿，俺就来跟妈妈讲，俺妈总买是点？俺妈转去变个嘅书本，笔记讲，看9月，9月本晒熬，叫人嘅男朋友嘿嘛该生肖嘅，潇洒，嘿，我用潇洒嘅，真嘅哦，真嘅，後來我就嚇到我媽看有準冇，真嘅瀟灑。唔係咬嘅意思，鬆開嘅意思啦。係真嘅瀟灑嘅，故所以媽就好準好，我就咩冇嘛想去完全去相信，因為我唔想去完全都影響到我嘅心情。講我講有點玄嘿。真嘅懂氣靠。不過講到懂氣靠嘅事情，唐講北強有發生一件都很特別、很恐怖。唔過等下張老講吼，你先聊下，等下來談兩個懂奇怪、懂神秘嘅故事，你下先聊了。我看到叫蒼蒼嘅拍圈，我挨往上一看，該什麼哦，正看着我，挨之前就動到個男朋友，唔過咧，記得吼，全認為差佛是咧。佢到底會唔會講兩種嘛咯？怎麼嘅讓我講兩掉呢？幾時問過？你驚鬼嗎？超恐怖哎！你啊，咁奇怪呢？我講非常驚。好，歡迎大家多進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哦，加油共同發生眾多做唔得解釋嘅事情哦，總不強，當電影講嘅事情，我老太子家講麼？嘿，我日個故事吼，我日切上唔通，因為吼，那個故事當電影嘅之外哦，我完全唔知那個故事嘅主角到底係人還係鬼。你讀到鬼哦？我唔知，因為哦，我各種3年生嘅日牌吼，因為今年係我家己嘅什麼嘅生日，上年，所以我翹課補習班，我冇去，我去準備幾個卡片安樣。今年吼，我翹課啊，我行到個地下室，日家地下室嘅書店，我想我咁吼動這樣嘅字啊，做小卡安樣，所以我蹲下來吼，看哦，我家己嘅字。突然之間哦，又一陣那個浪嘅風吹過來哦，哎奇怪呢，又快冷氣啦。嘿，室內有風呢，唔係冷氣哦，嘿，結果我看，冇看到腳，蒼蒼嘅拍圈，我往上一看，該什麼哦，正看着我，可以借過嗎？你做乜計啊？你係唔係愛講乜嘅東西上半你家己嘅什麼啊？咋個咧？記唔定你家己記。哦，我是咁講，我有動鏡哦。你做乜嘅啲呢？因為我動鏡嘛，我是講，幾時開始問哦？你就教王嘅經驗麼？哦，我講麼？我還係小鮮肉，我還係處男。幾時講？哦。我之前就動到個男朋友，唔過咧，
記得吼，像認為差火死咧。佢到底要人講倆做嘛咯？怎麼可以讓人講倆掉呢？正當我見到嘅時節哦，佢是講說，你做得本來看你嘅書麼？佢看哦看，我感覺吼，怎麼嘅佢嘅書吼當變人，身體唔好，可能佢長來啦，係身體唔好。佢是老人講，哦。你該想吼，該事業線吼，當衝哦，你未來會當好哦。唔過吼，你一天會啥忙，唔是你會失敗安樣等等。長到我想幾個會哦，因為我翹課啊，我想啊，我冇啥忙誒，安樣用個啥個時節哦。其實話鋒一轉，問講哦，我想喊到幾個手當過哦，其實問講。你驚鬼嗎？超恐怖哎！嘿啊，咁奇怪呢？我講非常驚。其實馬上哦，佢講吼，你有看過鬼嗎？我講冇，我完全唔想我看到。其實講你唔是驚，因為鬼來請你係幾個眼睛，幾個請你係。認為記住某個事情愛你嘅停手，嘿，我講，我唔想我停手，我唔敢停手。其實講，你唔是驚，認為你是愛好好老去溝通，老去講時候咧，我地咧，佢講我地咧，該東西我當下閃尿。你講就這樣你要出來啊？冇啦，試安聽啦，正經動驚唔啲麼？正經講，我係高中生誒。結果咧，我是老幾個，我冇時間咧，因為吼，差唔多愛到我補習班下課嘅時間咧，我要轉去補下咧，所以我是老幾個吼，我冇時間咧，其實講好再見，其實轉身離開咧。我蹲下來繼續吼，撳我個字哦。我想，唔錯啦，不對啊，用個啥為原因專門來讓你講倆掉咧？我馬上吼起來看，冇呢，他不見，有可能，所以我3步並2步衝到樓上，因為該係地下室嘛，我衝到樓上看，左看看右看看。完全冇音，連錄音全冇哦！哇，你走到異世界哦！冇啦，他係羅斯福路啦。嘿，我隔好多年都不敢回去，因為凍僵一地嘛。不過就係我大學嘅時間，我要坐公車，我坐公車又經過吼，來看，那冇該數點嗎？數點唔貼，冇見咧，變頂好咧。嘿，有可能係亂點，未有可能根本就冇呢個點。嘿，不過我個字還係字啦，我未，所以我完全唔知。你個算命，幾老我講吼，我個命會當好啦。不過幾老我講兩條事情，我完全唔知，幾係人還係鬼。真嘅係可可無法度解釋嘅事情吼。跟住呢，有讀過人嘅事情嗎？有，我沒有讀過乖乖嘅，唔過我冇佢按好笑啦，因為好笑啦。你講到鬼應該嘅故事咧。你講鬼故事，唐橋係唱小可呢。因為嗰陣時喺我老我媽媽講嘅，出去路上就有隻阿伯，就請奇怪就行過來話講，妹，人家書都在本來看一下冇，我嗰陣時冇想跳來，就直接好啊，就本嘅。存我嘅書出去嘅時候，我媽媽眼看到，哦，走過來，就將我嘅書來轉亂，記住。什麼解？總得隨便本便宜看人嘅書，但係我買嘅嘢清飯店哦，那係讀到飯嘢將人嘅書啊，嗱。倒退啊，係用辦冰東西送來啊，嘛嘅，可能係綁架嘅。韓國那位就佢係愛揾佢，唔講伊隻阿伯嘛，然後阿叔嘛，叫你有影書袋喎。難怪呢，我後來吼，因為該拍圈該寫妹哦，因為我嘅書本機嘛，本機看哦。
咱个爱后来个学测只考到动唔好呢？系啦，跟有的运气咧讲真言，他有些握手给他换运气，换那运气，因为给他磁场唔好嘛，结果你到给压输以后，你去给他磁场没办法受影响。刚好爱名爱个数的呢，爱个水咧。我讲有冇嗰個頭絲？咩啦，我知道吼，當到東西其實都係有科學嘅根據。唔講像個唔看到有人嘅書吼，看起來面色唔好，或者運勢唔好嘅時節，當然面色會唔好啊。運勢好嘅時候，面色好，嘅書看起來咩清晰咩，故所當到事情係有科學做啲解釋嘅地方。唔過暫時會讀到啲科學無法度解釋嘅事情，跟住用乜嘅心態來面對，係嘅會見。挑白嘅朋友，韓國線上講到窮用嘅事情，用解釋。我這家其都是聖地時從走的聖老幾家就以封殺，先打預防針的概念啊。先打預防針。係啊，因為你聖地咧嘛，佢只走的先有心力嘅準備，佢事情係緊急發生咧，你至少還有一個緩衝一段時間安因係。咁講我是都講了緩衝嘅時間，唔係講是。不用去講，唔可以插手機，唔可以講呢件事情等結果添。我知道佢係做得散漫，可能做得有到轉換嘅餘地嘛樣。嘅理解我知道。沒錯，散漫就會本嘅風向啊。唔過啊，你愛心冇愛心，最主要嘅就係你愛第一次家嘅心嘅係嘛嘅，我所講提供參考聽聽啦，參考啦。係我做共同吼，提供參考啦，還有做乜嘅事情就要內心平安咩吼，唔去家做事情那係冇平安，佢就做唔得。係除了心面，還有去家一個認知啦。嘅白強有相信嘅人定勝天嗎？人定勝天有冇？你有相信嗎？因為吼，我咁講吼，人生是像故事書一樣啦，你唔想會看到結局一樣，因為你做得聽呢個結局，人生是像子瑜老李家講嘅啊。人生一開始哈，天命注定哈，與生俱來，起點被注定。如果你走的決定一起改結局，哎，好像講過哈。決定那意思就話自己要決定自己的命運。係啦，是應該意思啊。給小鳳有相信人定勝天，我知道人某一天會升天，唔過唔代表講人不能升天就唔是上榜達標。我是什麼？我是知道。懂得事情，上帝都已經幫我們做好最後的安排。哦，可能你生活之中會遇到困難，會遇到挑戰。不過我說也係基本一個試煉，佢會本按你需求，佢必須要有按你訓練，你才可以擴充自己的實力，擴充你的容器。古時候來說，遇到困難的時間，你就想講也係最後的安排。磨練，你就當做磨練。兆豐信箱。唔會排死哦，繼續。其實你都知吼，有一句話很多私菜人為。雖然講你家中讀到懂到吼，科學無法度解釋的事情，尤其係讀到壞事情的事情，用該在剛才兆豐講的，把它當作試煉。記得把它當作試煉，不要太相信它，唔過還可以上網達標。下禮拜今日嘅時間繼續愛來收看，向上太上股，要發太假歌。